续来到台南市，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义峰，伫个台南永康有一块竞选的扛棒，面顶大字写讲6都车祸死亡率第1名，然后搭配伊家己咧微笑的相片，这看起来是真冲突，引发着网友的讨论。有人口说，安尼是俊敖、俊 A、俊达的骄傲呢？林义峰是出面来说明，讲这是要来显示台南的交通真乱。要安尼开大钱办活动，不如把钱摕来提升着交通建设。国民党的候选人谢龙介嘛讲，台南的交通问题是惨，伫巷仔底骑乌多摆，原来塞车。车有够济，大小台车咧修正路，一定骑乌多摆拢停伫对向的车道集体进向。这是台南永康通到南科的宝环的便道，因为南科的园区上下班的时间车流量真大，这款车咧这位面已经惯习啊。早上车那么多的时候，有的还会画双黄啊，干嘛的？会啊，会蛮长的。哦，上少老得5100只，乌多摆。车多车祸就多。无党籍台南市长候选人林义峰最近伫永康区的竞选看板，写讲6都车祸死亡率第1名，配合伊家己微笑的相片，这款冲突感引起网友的讨论。伊本人讲是要强调台南的交通问题。这永康区会使讲全省上界济，伊全部涵盖109年是206件，市长咧拢享受拢无伊讲要安怎处理，根本这个措手无策啦。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嘛讲，台南市连巷仔底乌多摆拢会塞车。国华街这2条道，公路结果你入乌多摆哼哼叫，我讲参乌多摆就会塞车，唔是开车塞车哦，参骑乌多摆就会塞车。可能候选人的批评，交通队赶紧说明。我们警察局是透过速度管理、酒驾的防治以及增加见警率等各项的防治策略。那事故的防治已经有初步的成效。年底选举逼近啊，台南的交通嘛变成攻防的议题，冇提出改善的政见，只是少人捧出来牛肉较香，也是要食便的，就看台南市民本身的选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